Hello，大家好，我係夢回養髮嘉琪姐，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呢頭髮生長完整嘅周期。第一，毛囊激活個階段呢，係頭皮表面係冇任何變化嘅，休止期呢轉到去生長期呢，毛囊由休眠變成活躍，咁需要2至4個禮拜，頭皮係完全冇任何個跡象嘅。毛耳頭形成，毛囊發育出毛耳頭，長出細微嘅頭髮就需要2至3個禮拜。第二呢，頭髮顯過程由細毛去到穩定生長呢，細絨毛呢頂出頭皮，由毛囊激活到頭皮見到睇到有毛嘅成長需要4至7個禮拜，即係30日去到45日左右。穩定個生長期呢，幼絨毛呢冒出頭皮之後呢，照入呢啲階段呢，健康成長成年人呢，頭髮每年生長嘅長度係1至1.5 cm 嘅。3，肉眼睇到嘅髮量變化呢，普通情況由第一次見到幼絨毛到摸到得到睇到見到髮量明顯個增多呢，至少要3個月以上，即係就係90日之後。特殊嘅情況呢，年紀偏大脫髮超過1年等呢，激活毛囊同成個生長個周期就會明顯拉長，可能至少要1年以上。所以頭髮個護理佢個結果點樣呢？係由你嗰個脫髮時間同埋係同你個年紀係有關係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呢，咁多啲關注下嘉琪姐啦。記得點讚關注哦。